嘅。我嗰時候聖靈好感動我就搞咗2個鐘頭唱一首。我哋講下咧當時發生咩事，大概我哋2個鐘頭做咗幾個環節。當時就博士喺度教呢首詩歌啦，分享佢點樣喺人生裏邊一啲好低谷嘅時候，點樣搲住神嘅一啲深嘅好深層嘅一啲潛意識啊，或者有啲內在嘅。佢嗰次一路唱，聖靈就感動佢有眼淚流。咁我都好少見啊博士被聖靈充滿嘅時間啦，或者叫做咁觸動，因為佢都見慣江湖，佢都好少即係喊晒嘅大活動大到。咁嗰次都係其中一次係好深刻。咁我諗神又透過呢個分享嘅環節，其實係同時間亦都醫治博士有一個新嘅突破。咁所以我係見證住呢個時刻啦。呢個死亡係直接打交道嘅，咁幾次都係有天使打交。有一次同阿蕭雨晴咧就行山嗰次，喺個懸崖嗰度咧跌咗落去，360度咧，一隻腳向天，一頭向下，咁咧就咧神拯救我咧就。如果你人生入面有一個好似我咁幾年前咧得咗個無名嘅病毒，就咧肝衰竭神衰，根本你祈唔到禱啊！你唔好咩主耶穌你唔可以咁祈禱，淨係喺靈裏邊一個呼喊救我。你知道你同你日日夜夜你所敬仰陪伴你嗰個耶穌。喺靈裏邊咧一個嘅呼喊，表面上好似用人聲，但其實唔係用人聲。只係我要激發大家咧喺潛意識裏邊，喺你心靈深有一個咧有聲無聲嘅一個波段咁樣發出嚟。我講晒個過程啦，咁先放分別忽搖，唱我嘅神喺殿中聽咗我嘅詩，我哋嘅呼吸入咗神嘅主動喺殿中上殺手，搞住動作，亦將我哋喺大水拉上嚟。嗰呢個咧，他救拔我，因為拉起我，都及到耶穌啦，係呼吸，係殿中。好啦，而家咧佢咁唱咧，佢入唔到你嘅心嘅。一般我哋唱歌咧就分開啦，4拍4， C 大調、F 降調，就同你咪一梳啱啱咁樣搞輪一理性，你就激發到你喺裏咧，將個靈魂喺死亡關中點樣交託神嗰個情況。所以而家咧，我哋咧用翻最原始學習方法咧，哼一句音，係咪？最大句咁啊！好，阿田你哼一次。我哋不如咧一齊用你嘅節拍，用你嘅聲調，可以好唔同嘅，唔需要有統一，好似唱黑人歌咁樣。每一次唱歌咧，都可能有唔同嘅感受、唔同演繹嘅。可以淨係唱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，有重有輕，人唔同，唔使一個絕對嘅版。但喺你靈裏面咧呼喊出我啲神屬。嗱，而家咧你一齊咧就記熟呢個歌詞，一定記到嘛。咁我哋一齊，你啱唔啱音，節拍啱唔啱，冇絕對嘅標準嘅。我在急難中求告耶和華。向我的神呼求。進入咧一個好特別嘅波段嘅境界裏邊嘅，運動心理嚟講咧就係入神，你都入到你嘅心靈。我用我嘅感覺，用我嘅詞，我就哼俾阿田聽，我即係哼俾，跟住我又哼俾你，咁你咧就唔使理解嗰句嘢，我俾阿林聽佢同佢嘅演繹。第一，佢又幫你咧，大概唔好走太遠嘅，唔好變咗走得完全走晒音嘅啫。歌詞係咁就一個傳一個咧，就先節拍先。我有我節拍，你有節拍，你可以你可以跟佢，你可以跟我，你可以自己創作一齊有一個整體，亦都有個別嘅，所以你唔一定跟晒對方嘅節拍。佢睇到咧係好哈文嚟嘅，大家都喺靈裏邊咧嘗試唱，就唔係點唱一齊喎。呢個係節拍啦。